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節目，又係咧 Joseph 心理諮詢室嘅時間啦。嗱，之前咧我都拍咗一條片啊，就同大家咧提及過一個話題喎，都好相當之受歡迎㗎，就係關於呢個益生菌啊，係點樣咧影響我哋大腦㗎。嗱，好多朋友咧受到情緒困擾，都會求助於咧係精神科醫生，但係慢慢咧佢哋亦都相信單依賴藥物啦，似乎咧係治標唔治本㗎。咁除咗通過心理輔導啊，各種嘅治療方法之外啦，整個身體嘅保健咧，其實咧都有機會咧會影響我哋嘅精神健康。嗱，當中咧我哋嘅腸道生態系統啊，原來同我哋大腦咧都係好有關係。嗱，上一集咧我就同大家講咗一個叫做腸腦軸嘅一個機制，講緊我哋嘅腸道健康啦，啲益生菌啦點樣影響我哋嘅腸道生態，從而咧會影響到咧我哋嘅一啲神經遞質。神經傳遞物，例如血清素啊、去甲腎上腺素啊，或者係多巴胺等等呢啲。嗱，大家亦都知道，原來呢啲咧都好影響咧我哋嘅精神狀態㗎。咁所以咧，今集咧就會同大家跟進一下。嗱，原理咧就喺上集咧就已經講咗㗎啦。咁如果咧觀眾咧係仲未睇上一集嘅咧，我都建議喺睇今集之前咧，可以回顧翻咧我之前嘅一啲內容。嗱，今集咧就會同大家講一個好多網友咧都喺個留言區嗰度咧就問我嘅問題，就係話坊間咧好多益生菌都話咧係可以幫助情緒啊，幫助瞓覺啊，甚至乎咧係對呢個精神嘅疾病咧係有呢個緩解嘅作用啊。咁到底咧我哋係點樣去選擇呢啲益生菌？嗱，今集啦 Joseph 就會同大家咧係分析，我哋喺選擇呢啲益生菌嘅時候咧，係可以考慮邊啲嘅因素。我哋點樣去從佢嘅包裝裏邊咧係睇到唔同嘅益生菌啦，到底邊隻咧先係適合自己，歸納出5大因素㗎。咁所以呢條片咧，大家就真係要由頭睇到尾啦。嗱，開始之前啊 Joseph 都好想邀請大家係 like 咗呢條片，同埋咧係撳埋個鈴鐺。嗱，至於訂閱方面咧，我就相信睇緊呢條片嘅朋友啦，都應該訂閱咗㗎啦。咁如果未訂閱嘅話咧，咁當然就要 subscribe 翻啦。仲有咧就係希望咧大家可以由頭睇到尾，睇完之後咧，如果大家想去斟杯水去個洗手間嘅話咧，都不妨咧將呢條片咧係重播多一次，咁樣咧係會有助 YouTube 咧將 Joseph 呢條片咧繼續推送出去俾其他有需要嘅朋友㗎。嗱，否則睇到一半冇睇，或者只係睇一次咧，都好有可能咧係令到呢條片石沉大海。咁所以呢度咧我都好想請大家係幫手。嗱，事不宜遲啦，首先咧就同大家介紹，我哋喺揀呢啲益生菌嘅時候要考慮嘅第一個因素啦。嗱，第一個因素咧，當然啦，就係要考慮咧呢啲益生菌嘅一啲數量啦。嗱，大家咧喺一啲連鎖嘅鋪頭裏邊咧，都可能會見到嘅，佢哋好多時咧都係用一啲膠囊嘅形式啦，就裝住裏邊呢一啲係藥粉。嗱，嗰啲咧就係益生菌啦。嗱，但係咧到底咧一粒膠囊咧裏邊係含咗係幾多嘅益生菌啦？咁其實每一隻品牌咧都唔一樣㗎。嗱，大家咧就可以留意當中咧有一個單位叫做 CFU。嗱，呢個咧就係去一個標準啦，一個單位啦，讓我哋知道咧到底呢隻產品每一粒嘅膠囊咧係含有幾多益生菌㗎。嗱，當然啦，可能你會問 Joseph，喂，係咪真係越多咧就越好咧？嗱，呢個問題嘅答案咧可以話咧係50-50啦，一半啱就一半錯嘅。嗱，當然啦，冇嘢啦係叫越多越好㗎。嗱，就算藥都唔會係食得越多就越好，幾有益嘅食物啦都唔可以食太多啦。益生菌啦應該係恰當適中咧就可以㗎啦。嗱，但係點解 Joseph 頭先有講唔一定咧係完全錯晒㗎噃？我哋揀啲多啲益生菌嘅產品咧，其實亦都有佢優勝嘅地方。嗱，因為益生菌咧其實咧佢係會不停咁樣去死亡㗎，甚至乎咧你服用咗之後啊喺呢個身體裏邊，佢哋仍然咧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最後咧存活嘅益生菌咧嚟到你嘅腸道裏邊咧，先至咧係能夠發揮咧改善腸道生態嘅功效㗎。嗱，當中其中一個最大嘅難關啊，就係我哋嘅胃部啦，因為我哋胃部咧有好多胃酸，其實咧都有殺菌嘅作用㗎。咁所以如果咧你購買呢啲產品嘅時候，佢嘅 CFU 嘅值咧係比較高，就説明咧其實佢係投放咗更加多嘅成本，擺咗更加多嘅菌量咧落去。咁啊，就算中間咧過五關斬六將殺咁啲咧，
其實剩翻落嚟嘅量咧，亦都係比較大，咁能夠發揮嘅功效咧，亦都可能係比較好㗎。嗱，呢個 CFU 咧，一般咧係由幾多至到幾多咧？嗱，坊間唔同嘅品牌啦，都有唔同嘅數值嘅。咁有時咧見到咧都幾懸殊㗎。嗱，有啲多起上嚟嘅啦，每一粒嘅膠囊咧，佢都會標籤有成300億粒嘅益生菌㗎。嗱，咁咧就數量就非常之充足啦。嗱，但係亦都有部分嘅品牌咧，Joseph察覺到啦，佢只係得大概係10億嘅啫喎。嗱，10億同300億咧，你會睇到咧係相差咧係成30倍嘅，可見咧佢哋嘅生產成本咯，同埋製造嘅菌量咧，其實咧都差幾遠。嗱，當然啦，呢樣嘢咧從價錢上面咧，你會有少少線索嘅。有啲品牌咧賣得比較貴啲，原來咧因為佢菌量咧係真係多啲；有啲就比較廉價一啲、大眾化啲嘅咧，原來佢菌量咧就真係好少。嗱，呢一度咧大家就可以留意啦。嗱，好多時咧佢哋包裝咧都係用英文寫嘅，咁如果你見到咧 billion，一個 billion 咧就代表10億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見到佢1個 billion 啦，咁佢屬於比較少；如果係10個 billion 咧，咁即係有成100億；有30個 billion 咧，咁即係有成300億㗎啦。嗱，呢個咧都係大家第一個應該要學會咧嘅參考嘅指標嚟㗎。好啦，第二個要考慮嘅因素咧，就係呢啲益生菌嘅種類啦。嗱，講到菌嘅種類咧，就真係五花八門嘅。佢淨係俾個名出嚟咧，即係 Joseph 咧都真係唔知咧到底呢隻菌係咩種類，有咩用啦。嗱，咁但係咧喺呢度咧就要同大家講下啦。嗱，原來唔同嘅菌類啦，可以咁講啦，佢哋都會產生唔同嘅作用嘅。呢啲作用咧就需要咧係生產商咧去做過一啲嘅科研嘅研究，然後咧再公佈出嚟就話俾你聽。嗱，不過 Joseph 喺呢度咧就大致上咧係幫大家咧分咗幾個類型先啦。嗱， Joseph 喺呢度咧就舉一個例子啦，譬如坊間咧有其中一啲嘅品牌使用一隻嘅益生菌株咧，就叫做 PS128。嗱，呢一隻嘅配方咧，佢咧就亦都標榜係好強調針對咧係精神健康㗎。嗱，譬如患上抑鬱症啊、焦慮症啊、柏金遜症啊，嗱，甚至乎咧係一啲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咯。佢服用咗呢一隻嘅益生菌之後啦，根據佢哋所公佈嘅一啲科研資料啦，的確咧喺一啲症狀上面咧係有所改善嘅噃。嗱，咁呢啲咧就屬於咧係比較有針對性嘅，甚至乎咧我哋會命名佢為咧叫做精神益生菌㗎。嗱，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嘅菌株，相對而言咧就冇咁具針對性啦。好多時咧，佢可能會講就係改善咗腸道嘅健康啦，或者咧係幫助到咧係睡眠㗎，未必咧就真係會命名咗一啲嘅精神健康嘅疾病或者情緒嘅困擾，讓純粹咧就舒緩一下幫手係減下壓咁。嗱，當然呢啲菌株咧針對性比較弱，但係咧喺個保健作用方面咧都仲係有嘅。咁所以咧就好需要睇你啦，到底咧係要選擇一啲咧係適合自己嘅產品啦。嗱，又可以舉少少嘅例子嘅，喺坊間咧有另一種嘅一啲配方啦，佢叫做咧係鼠李糖乳桿菌 LGG。有啲品牌咧就用呢隻菌㗎啦。呢隻菌咧，亦都係咧係強調咧係腸道嘅健康，不過相對咧就冇咁多咧係精神健康嘅一啲研究㗎。嗱，亦都有一啲咧叫做 Lab4嘅一啲所謂菌株嘅組合啦，裏邊咧就有唔同類型嘅益生菌㗎。嗱，但係咧就要留意，有時咧佢會標榜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菌，甚至乎咧加入埋一啲咧譬如褪黑色素啦，就幫助睡眠。更加有啲嘅品牌咧強調咧係會加入一啲我哋叫做外源性嘅 GABA。嗱，如果有睇 Joseph 之前嘅影片，你就會知道啦，GABA 嘅作用㗎。嗱，GABA 咧就本身我哋大腦裏邊嘅其中一種咧嘅神經傳遞物啦，係幫助我哋剎停我哋嘅大腦，等我哋唔好諗咁多，就產生鎮靜嘅作用。嗱，有部分產品咧都會將呢啲咧係炒埋一碟㗎。嗱，不過都 Joseph 咧都會提醒喎，嗱，就唔係越多種類嘅東西炒埋一齊咧，就一定係越有效㗎。因為好似頭先提及嘅一啲所謂嘅外源 GABA 有鎮靜作用嘅一啲物質啦，其實咧就好難咧穿過我哋大腦嘅一個叫做血腦屏障㗎。嗱，血腦屏障咧就係我哋大腦一個好自然嘅屏障，幫手咧係阻隔所有嘅外部物質，就唔俾佢進入大腦，包括咧我哋嘅藥物㗎。咁所以咧一啲所謂嘅外源神經遞質
能唔能夠穿過呢個血腦屏障進入大腦咧？呢個咧都係好有疑問㗎。嗱，我哋大部分嘅益生菌啊，或者我哋嘅營養品啦，都係通過改善嘅身體，令到咧我哋能夠製造到咧係一啲自己生產出嚟嘅神經傳遞物，再咧傳送到大腦，就改善我哋精神健康。你話直接食落肚就輸送到大腦咧，嗱呢個咧大家就真係要仔細去研究一下。Joseph 嘅意見咧就係，據我所知道咧，應該就唔係咁容易㗎。嗱，第三個考慮因素咧，你就可以睇下咧佢哋咧嘅一啲標準。嗱，我所指嘅標準咧係包括例如咧佢哋嘅一啲儲藏方式啦。嗱，坊間有一啲嘅益生菌啊，就咁咪擺喺貨架上面賣㗎，亦都冇特別咧提及你拎到翻屋企之後咧係需要點樣去儲存嘅。嗱，但係有啲咧係高標準嘅益生菌，屬於咧係比較高端啲嘅產品啊。喺買賣嘅過程裏邊咧，佢哋都要擺喺咧一啲冷藏庫，甚至乎亦都會提醒你買咗翻屋企之後咧都要擺雪櫃劑喎，咁咧先至能夠咧讓嗰啲益生菌咧係存活。嗱，所以唔同儲藏方式嘅一啲產品啦，亦都説明咗咧佢哋對呢個產品嘅一個要求，對嗰個益生菌嘅活性咧係有比較高啲嘅標準。咁如果咧你嘅要求係比較高，你都真係咧想改善精神健康嘅咧，可能咧就需要選擇呢啲係比較高端啲嘅產品啦。但如果你話咧真係純粹咧係讓自己冷靜啲啊，或者咧係幫助你減壓嘅話咧，作為一個保健品嘅話咧，亦都可以選擇呢啲係大眾化啲嘅。嗱，第四個要考慮嘅因素咧，就係呢啲產品咧喺宣傳嘅時候，佢哋都會引用到咧一啲嘅科研嘅實據，去證明自己嘅產品咧係有冇效㗎。嗱，喺個包裝上面咧，當然咧就會標榜咧都幾好聽嘅。嗱，但係咧喺呢個部分咧，Joseph都提醒大家，可能咧需要花少少嘅心機去了解下咧，佢哋所講嘅科學實證嘅研究咧，到底咧係來自邊度㗎？嗱，坦白講，好多咧都會來自翻咧係生產商佢哋自己咧嘅實驗室所做嘅研究，咁有啲咧就會比較客觀，嗱亦都有啲咧可能咧就只係引經據典，就引用翻一啲咧類似或者相關嘅研究嘅啫，咁但係咧同佢哋自家個產品嘅相關度咧就未必係咁高，有啲甚至乎咧就唔係用自己嘅產品咧係去測試咁㗎。嗱，所以呢方面咧的確咧就真係需要花少少心機去了解啦。嗱，Joseph咧都睇過唔同產品嘅所謂咧科學科研嘅實證嘅一啲報告嘅。嗱，有部分嘅品牌啦，的確咧有聲稱咧就有14項嘅公開研究啦，亦都咧係針對住咧一啲可能同精神健康相關，例如焦慮症、柏金遜症等等，喺啲期刊裏邊咧都可以揾得翻嘅。嗱，有一啲嘅品牌啦，可能係大眾化少少啦，就未必咧有話埋俾你聽咧，呢個研究咧係可以喺邊度睇到個報告嘅噃，我就係話俾你聽咧，佢哋做過呢個研究嘅咋，咁大家咧想查咧都未必查得到。嗱，有啲咧喺官網上面咧就已經有㗎啦，基本上你去到佢官網咧就好多嘅圖表啊，好多咧嘅一啲數字係可以參考。嗱，我亦都睇到有啲咧就引用一啲來自韓國嘅研究㗎。嗱，但係咧我再追查翻呢啲嘅文獻咧，就發現咧佢呢個研究根本就唔係使用佢哋產品咧係作為一個實驗㗎噃，只係一啲類近相關嘅一啲研究報告嚟嘅啫。咁係同佢所產生嘅從佢生產嘅益生菌產品咧，似乎相關性咧就唔係咁高。嗱，呢一方面咧嘅細節咧，Joseph就唔喺呢條片裏邊咧就公開，但係我都會喺會員頻道嘅另一條片裏邊咧，就再仔細少少咧，係同大家分享。嗱，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當然啦，就可以咧係加入會員，即時咧就可以睇到 Joseph 另一條比較深入啲探討嘅影片。不過，如果你話我都唔想加入頻道會員頻道住啦，放心 ，Joseph 咧喺稍後咧亦都會公開翻出嚟，就讓大家咧都可以睇翻㗎。嗱，如果咧你係有興趣嘅，希望啦可以喺我哋嘅留言區咧話俾我知，你想快啲睇啊，咁 Joseph 咧就會盡快咧係公開俾大家㗎啦。好啦，嚟到第5個考慮因素啦。嗱，第5個考慮因素咧，就基本上係你購買任何產品啦都需要有嘅考慮因素嚟嘅，就係價錢啦。嗱，坦白講咧 ，Joseph 見到咧，其實坊間咧有平有貴㗎，有啲貴嘅可能咧需要網購喺外國嗰度買，可能咧係數百元，甚至乎咧係數千元都有㗎。嗱，有一啲咧就可能大家落
街喺啲連鎖嘅鋪頭咧都買到，可能係百零蚊或者最多咧都係幾百蚊嘅啫。嗱，唔同產品嘅價錢咧，我相信咧同佢個成本咧係必然都會有關㗎啦。咁同我之前所提過嘅幾種因素咧，當然亦都有好大關係，包括佢有幾多嘅菌量啦，包括咧佢嗰個標準咧係有幾高端啦，喺個運送過程裏邊咧需要投放幾多嘅成本啦，做過幾多嘅科研嘅實證啦等等㗎。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咧係所謂豐儉由人啦，有啲可能咧係保健品形式係多啲，舒緩下壓力啊，或者咧係容易啲入睡咁樣啦。有啲咧就真係針對精神健康嘅疾病，抑鬱、焦慮、柏金遜，甚至乎咧係多動症啦，都係會有所幫助喎。嗱，呢個咧大家咧就需要咧係自己仔細去了解。嗱，不過價錢嘅對比啦，呢個價錢距離嘅對比咧 ，Joseph 咧亦都咧係做咗一個表，會喺另一條片咧嗰度公開嘅。咁如果你已經係我哋會員頻道嘅會員咧，就可以立即收看㗎啦。如果唔係嘅咧，可能要俾少少耐性 ，Joseph 咧喺稍後咧亦都會公開嘅。今日呢條片咧 ，Joseph 咧就從一個比較簡單啲嘅角度啦，就從5個因素咧係同大家分享咗我哋點樣去揀益生菌嘅。咁有一啲品牌上面嘅比較咧，我就冇喺呢條片度講啦，就會留翻咧喺下一條片咧先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如果係會員頻道嘅會員咧，當然已經即時可以睇到啦。嗱，另外咧，我亦都喺描述欄裏邊咧提供咗一啲咧相關嘅資料，當中咧都係一啲咧我有了解過嘅呢啲益生菌嘅品牌㗎。嗱，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譬如我頭先提及過，有啲品牌喺自己嘅官網裏邊都有齊全嘅一啲科研實證啊、數據啊等等嘅話咧，又可以自己上去睇下啦，甚至乎咧係直接購買嘅。嗱，亦都有一啲咧可能咧就係屬於本地化一啲，純粹咧就話咧本地某知名大學嘅研究啊，或者咧係某某院長嘅推介啊等等，咁嗰啲咧資料咧就比較有限啦。嗱，都係嗰句啦，價錢咧都會反映佢嘅質量嘅，大家咧就不妨咧係自己咧係仔細去了解多啲啦。最緊要都係針對翻咧自己嘅需要啦。好啦，呢集咧我哋講到呢度，我哋下一次再見咯喎，拜拜。